各位聰友大家好，歡迎收睇聰友看世界，輝 Sir 陪你看世界，睇時事睇焦點。今集我哋嘅焦點咧就睇一睇中央派駐香港做聯絡協調工作嘅官員，佢哋事後嘅升遷情況啊，從中睇出一啲端倪。大家都記得喺2012年之前咧，香港有個中聯辦主任彭清華先生，咁佢咧喺香港在任嘅協調聯絡工作期間，其實做得真係比較好。當時香港整體社會咧係非常之穩定嘅，冇乜重大嘅事情發生。咁所以佢事後咧就俾人調任咗去做四川省嘅省委書記，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升遷啦。跟住落嚟嘅就調任咗一位年青嘅張曉明主任。嗱，張曉明主任咧，佢之前嘅工作咧，其實一直都係港澳辦工作嘅。咁佢喺最年青嘅時候咧，80年代啊，就已經係做當時港澳辦主任魯平先生嘅助手。咁就開始佢工作從幾時開始呢？就係從香港基本法嘅草擬嗰陣時就開始做工作㗎啦。咁佢對港澳事務啊、法律事務咧，其實係非常之熟悉嘅。咁喺佢嚟香港在任期間咧，其實佢都講明咧，其實中環就不治港嘅，中環只係向中央匯報香港嘅最新情況。不過喺佢在任期間，香港的確發生咗2014年嘅佔中事件啊，造成咗好大嘅社會震盪。咁佢一直對佢嘅工作嚟講咧，佢盡一切努力，盡量平定呢件咁樣嘅事情。咁嘅時候咧，佢跟住嘅工作咧就升任咗去做港澳辦嘅主任。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好好嘅升遷嚟嘅。咁佢之後香港換嚟嘅係比較年紀大少少，但係對港澳經驗非常之好嘅王志民主任。王志民主任咧嚟香港做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佢當時香港亦都換咗新一屆嘅特首啦。咁佢其實咧就好盡力咧，希望香港唔好再出現2014年咁樣嘅情況。但係好可惜嘅係，香港當時嘅真係政治氣氛咧係的確唔係太好。咁喺香港嗰陣時發生咗2019年呢場我哋叫做大龍鳳啦，唔好用政府事件嚟講。但係呢一次咁嘅事件咧，就導致到王志民主任嘅工作咧，的確係受到好大嘅挫折。喺佢任期嘅中間咧，中央就決定調任佢離開，就換咗新嘅駱惠寧主任嚟。嗱，駱惠寧主任佢之前嘅工作咧，喺嚟香港做中聯辦主任之前，佢係人大財經委員會嘅副主任嚟嘅。當時嗰個係屬於正部級嘅官員。咁佢嚟香港咧，其實級別就冇高冇低嘅，只不過就係由中央調到地方嘅啫。不過，如果駱惠寧主任從全國人大嘅工作調嚟香港，亦都證明咗中央對香港嘅法律能否真正嘅落實到基本法嘅實施呢，係開始重視。即係話，如果我唔係揾一個係在人大做開法律工作嘅人嚟監督嘅話呢，香港的確係有所問題嘅存在。駱惠寧主任嚟咗香港冇幾耐之後呢，全國人大就對基本法進行釋法，增加咗附件3，增加咗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嘅香港版本。咁呢一個亦都係符合駱主任佢一直以來做開全國人大法律嘅工作嘅噃。咁駱惠寧主任呢，佢年紀其實當時相當大，佢到2023年嘅時候呢，佢就正式離任。咁佢就將個工作交俾邊個呢？交俾鄭雁雄主任。鄭雁雄主任呢，佢上一份工作呢，其實就係喺2020年設立嘅維護國家安全香港駐港嘅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嘅處長嚟嘅。咁呢個呢，我哋講過，其實就係中央駐香港嘅第4個官方機構，咁亦都係一個副部級單位。咁鄭主任咧，從鄭處長變成鄭主任，其實就係由副部級升到正部級。鄭主任嚟咗之後咧，就真正繼續落實基本法，真正維護國家安全做工作。好明顯，大家睇得到，鄭主任上任唔夠1-2年咧，香港嘅23條立法咧就順利通過咗。大家可以睇得到呢一系列嘅工作咧，都喺度順利嘅進行緊嘅。咁但係之後點樣啊？王志民主任離開中澳聯辦之後咧，佢逐步咧就去到國家研究處，跟住號部就退出咗啦。張曉明主任咧，佢由港澳辦主任咧，後來喺2020年嘅時候咧，港澳辦就最有少初步嘅改制，就由正部級單位正部長領導變成係正部級單位由副國級領導夏寶龍主任全國人大嘅秘書長嚟領導香港港澳辦。咁當時嚟講咧，張曉明主任就係由正部級改咗個名叫做常務副部長。其實常務部長都係正部級工作嚟㗎，佢都一直喺度管緊港澳辦工作。但係中途咧，佢就被調任咗去做全國人大嘅副秘書長、全國政協嘅副秘書長。而呢個政協副秘書長咧，其實亦都係一個正部級工作。咁直至到2024年嘅14屆
全國政協會議嘅第2次會議嘅時候呢，佢就連呢個副秘書長嘅職位呢都退出啦，都結束咗啦。咁其實上佢而家年紀呢，亦都剛剛好得60歲，係可以退休嘅。好明顯，大家睇得到呢，咁樣做亦都説明咗中央其實對於喺2019年嘅期間發生嘅事情，2014年期間所發生嘅事情呢，中央對於兩位喺香港負責做聯絡協調工作嘅最高層領導呢，其實的確係存在一啲嘅質疑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呢，佢哋順利嘅離開。當然我哋唔能夠講話懲罰佢哋，只不過就係話呢，佢哋咁樣離開嘅話呢，就係説明咗中央對個工作表現呢係好明顯打咗個分數。咁我哋希望呢，香港穩定繁榮，由治由亂及治，由治呢可以真係走向興。咁我哋一直睇落，一切以國家安全為主導。跟住落嚟嘅，亦都正如我哋過去嘅節目都講過，香港而家點樣興呢？就係經濟發展嘅重要。即係如果我哋能夠真真正正嘅揸緊經濟發展嘅機遇，而家我哋香港處於個困難期，我哋大家承認。但係問題話，首先個成個社會不能夠再混亂。唔能夠再有危害國家、破壞治安嘅事情，然後我哋先至可以真真正正嘅一步一腳印嘅向前走。節目分析到呢一度呢，希望大家通過表象嚟睇實質，背後嘅事情呢，大家都應該心中有數。希望大家好好珍惜香港現在嚟之不易嘅穩定環境，我哋一齊打拼。各位聰友，如果睇咗我哋呢個節目之後有任何意見嘅話呢，歡迎大家提出意見。留言點讚，亦都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同時更重要嘅就係傳閱俾你更多嘅朋友一齊睇，等大家提出更好嘅寶貴意見，等我哋嘅節目做得更好。多謝大家，拜拜。